医院他打广告，人民医院、中医院、新的医院。哎呀，太大了。原来做饺子的做响，还可以做响。这个是假的吗？真的吗？假的，只有那个是真的，还是？有也是绣球花。绣球花也是真的。假的啥子？这个金属卖回来摘过，嘎。摘呀。摘了没管好久。不摘吗？啊，那还不是摘过吗？135那个花园时候摘。都清了。你看这个有点休息啊，要早休息的。